you are here. If this worship helped you feel closer to Jesus, take a moment to like this video and subscribe to the channel. Your support helps this message reach more hearts. What do I do now? Start again with me. My feet were sinking in the dust of failure. Every step a memory of defeat. The race I ran felt never ending, and I was breaking underneath. I saw the line out in the distance, but strength was fading from my hands. I reached, but hope was disappearing, and I collapsed before I ran. And in the silence I confessed, I'm not enough, I've lost my breath. But heaven didn't turn away. You said, I am with you in the rut, I am with you when you fall. When your strength is gone and fading, I am holding through it all. You don't have to reach the end, you don't have to stand alone. Lift your eyes, behold your promise. You are mine, you're not alone. The stadium of shadows stood around me. 好，来哦。自是招伴，也是顶摆。每一个想我最远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赐予我稳定甲疼痛，自是招伴，也是顶摆。每一个想我最远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赐予我稳定甲疼来祝你是招伴，主是招伴，也是顶摆。每一个想我最远避难所在，我靠的救主是阮的耶稣。你予我稳定甲疼痛，虽然经过心酸苦，我也不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的高永远虽然经过来，虽然经过心酸苦，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大的高搁一届咱来宣告，虽然经过死山谷来，虽然经过心酸苦，我也无惊灾害。
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答的到永远。阿妹，咱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诗篇143篇第1节，咱请上主啊，求你听我的祈祷，按耳孔听我的恳求，照你的信息，照你的公义引导我。诗篇143篇第1节，阿门。咱继续要来感恩的祈祷甲认罪，咱要学咯咱的上主，伊是万主的主，独行其事，创造万有，公义甲慈爱。相时咱嘛要来做认罪悔改。你伫即礼拜有得罪上帝吗？有得罪敌人吗？咱要恳求主来赦免咱。相时咱嘛要恳求主来带咱引带咱成做一个敬畏上帝的子民。请咱做伙开嘴来祈祷，开声。亲爱的上帝，你是大仁爱，你是我心永远无变的上帝。我愿做做唔知阮的软弱来得罪你。求你的大慈悲时时来显现，你是天地万物所创造的主，显明你大权力无比。以我心情来稳定无错，观山大海嘛是你掌管的。在我世间有患难的时，有白听世事做做劳烦，望要我靠你来得到平安，叫做你来成做我永远活命。主你的大仁爱永远嘛不变化，你是阮的盾牌甲保护因带，叫做你来互我会当伫你的天堂内底得到永远。我们来献上祈祷，甲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来求，阿门。阿门。继续，咱要为着咱的心心灵医治来祈祷。那么邀请主耶稣成做你灵、思想、情感、意志甲身躯的主。将你的烦恼交托给主，你嘛会使花手伫你的心坎，也是你有带边的所在、带边的所在哦吼。咱向主来祈求，互家己会当疗赦伤害过去、有伤害过咱的人。相时咱嘛要求主的疼来充满咱，医治咱的心、心灵，互咱会当用主的疼。甲过去伤害过咱的人，咱会使甲伊疗赦哦吼。请咱开嘴哦，开声来祈祷，做伙来。亲爱的上帝，你是阮慈悲的疼痛仁爱上帝，你亲像父母疼世界，你来疼阮，你的疼痛直到永远，所有应允你拢要来吃。伫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心心有软弱的所在，你嘛知影，以伸手来医治扶持阮。主啊，求你叫你的灵力医治阮的身体、身躯的臃肿、身心灵的健壮，会当来伫你的道理、伫你的真理内底活出新鲜的人生。求主你来享受阮平安，互阮伫达所在拢有你甲阮相加伫地，互阮得到安息。求主你来保守，求主你来引带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尊来求。主耶稣，因为你受逼迫，阮得到医治；因为你的疼，阮得到完全。无论伫咧软弱的，也是咧等待中，求你教示阮，掠条我靠你，深信你的稳定、教也万用。愿你的医治甲平安，临到伫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也临到阮所挂虑的人。阮将一切荣耀拢归乎你。愿咱的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虽然经过心山谷，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答的到永远。虽然经过心山谷，我也无惊灾害。全能主，你甲我同在，对答的到永远，对答的到永远，对答的到永远。搁一届来，对答的到永远。咱继续要来为主力的服侍人员来祈祷。咱做伙为着牧者、中职团队，甲咱参与礼拜，伫即礼拜有参与服侍的当工来守望祈祷，求主的恩膏赐落属天的快乐官兵，互服侍的事工会当荣耀主，互人得着利益。咱要特别为着下一页。
要为特别为着咱过来，咱有阿卡贝夏令营要连续有9天的活动，互即个活动一切拢会顺利。特别咱有报名的囡仔有60名的囡仔哦，吼，直接报名，嘛来参加，继续有55个青年志工，拢会使伫遮即个宴会会当领捌耶稣真最主的囝儿。那么要为着今仔日是台南神学院的奉献主日来带导吼，求主祝福学校会使有即个带领毕业生来变做传道书哦吼，伫遮来伫个为上帝国度来做光做盐。还有吗？有没有下一页？没有了。好，咱开声来祈祷哦吼。亲爱的天父上帝，愿将今仔日礼拜所有的服侍人员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赐予因快乐服侍，将时连接伫你，咱要特别为着连续9天的阿卡贝夏令营平安顺时来祈祷，守住有好的天气，各项活动拢有你的带领，求你祝福参加的营会60名的囡仔，互因会通伫个营会中明白耶稣，领受你的。嘛，你求你健康在55个青年志工，守住因智慧、体力甲疼心，互因欢欢喜喜来服侍，真做上帝国度的中心的器具，荣耀你的名。主啊，这个是迦南教会宣告的，嘛求你来继续给咧，咱迦南教会正下的姊妹的心，互因拢毋是干那关心教会的代志，那么要关心外口的代志。求你互迦南教会真做一间对内有听有祈祷的教会，对外有使命的教会，特别为着今仔日的男神奉献主日来关心带祷，互咱教会真做一个对外有宣告的，这样有一个行动力的教会，互咱这个对传福音的这个代志，看重嘛有行动力。恳求主安尼听阮大家人的祈祷，请咱用主祷文来祈祷，来请。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顶带阮入地狱，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上主啊，阮感谢你，至关者唱歌称赞你的名实在真好。阮早起时报扬你的慈爱，下昏时报扬你的信息，弹十条弦的梢琴，用乐器美妙的声音伴奏。上主啊，你用你的作为，互阮欢喜。阮要因为你的手所做唱歌快乐。这是咱的吟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仁爱，天父上帝，至大仁爱，请起立吟选首。
天父上帝之大仁爱，日日我心永远无变。可惜情人最最不知，伊大慈悲时时现现。天地万物是伊创造，显明伊大权力无比。你我心心温馨无错，关山大海是伊管理。蓝点世间永无患难，比天时时最最乐欢。辛苦救主，心地平安，永远我命上诉完全。主大仁爱，永无变幻，找我顶拜无可隐藏，心意的人，通得永远，永远欢喜，何乐无散。咱同心来祈祷。主爱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炎热的日子，你也看阮，伫出伫入，拢无互日头来伤害阮。阮深深体会你的带领，愿阮每一工每一刻，阮所行的路来献上感谢。伫新的月份，第一个美好的主日，清早起，你就用慈爱、恩典接受阮。三个主日，伫你的殿院，用脚步甲敬虔，用心灵甲诚实。来到你的宝座前，向你献上阮的敬拜甲学乐。只是求圣神降临伫阮中间来运行，也拄去兄弟俗世的烦恼甲重担，静心上赞主恩，领受带有应允的精神美娘，供应阮的灵。主，阮感谢你，听阮的天父上帝。上时，阮嘛求你怜悯赦免阮伫过去的一礼拜的日子，有因为工作的因素。经济的问题、家庭亲子的关系等等，对大热天内底所带来暴躁的脾气，历史心思意念、言语甲行为拢无够圣洁。伫做你的所在，求主耶稣基督用你圣洁的保护，再一次洁净阮的心，叫阮心意更新而变化，困境忧闷得到透放，全心全意得到完全的交托，蒙受祝福。教着保守，伫进入暑假的节期，教会嘛有真侪无相款的活动伫运作。总是伫无论教会内，也是出外做福音的出击。愿每一个事工，阮拢祈求圣神的同在，互阮看见、了解所做的是为主做工，为福音来行动，为着是要帮助搁较侪人来认捌福音，当顾主名。所以，阮搁再一次呼求主。互这个活动拢得到主的热看，平安喜乐顺利来进行。主啊，阮阁再一次为了教会众兄弟来祈祷，无论年纪较大的长辈，也是少年人，伫每一天遐尔热的天气咧活动当中，无论伫室内也室外，拢会当有够额补充的水分，嘛注意伫室内外的温度的差异，免伫肉体受伤害。因为阮是你看伊宝贝的器皿，愿主赏赐智慧，互阮做好自身的管理。今仔日是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行院嘛由院长吴忠明牧师亲自来请安甲报告。愿圣神感动嘉南教会众兄弟，为行院的需要来关心大岛奉献，互行院培养更较侪新学生，正做成各度的中福，嘛互学校的软体、硬体的需求拢无欠缺，丰盛有春。愿安尼虔诚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求主怜悯，听阮祈祷。请坐。
这是咱三个来启应，启应文第60篇是对哥林多前书13章来的。启应文第60篇，咱三个来启应。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若无仁爱，我就亲像锣在弹，锣叭在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为了解达款的奥秘甲达款的知识，我若有够个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仁爱，对我拢无利益。仁爱是宽容，仁爱是慈悲，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袂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紧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愿望。对一切有热心。这声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讲人物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下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但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杀。咱现在亲像照镜得看，模模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这声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以上，这是咱献诗，咱请圣歌队来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是温殿活水。
这是咱三个来共读圣经，记载伫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节到37节。路加福音第10章第25节到37节，有一个律法教师徛起来试探耶稣，讲：老师，我着做啥物才会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应伊讲：律法有写啥物？你安怎了解？迄个人应讲：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着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耶稣对伊讲：你应了真对，照安尼去做，就会得到活命。迄个律法教师为着要表明家己是对，就搁问耶稣：什么人是我的厝边？耶稣应讲：有一个人对耶路撒冷落去耶利哥，拄着强盗，因拔去伊的衫，搁甲伊拍甲半死，然后甲伊迄个做引去，拄好有一个祭司对迄条路落来，看到迄个人就闪对路的迄边过去。相反，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迄个所在，看到迄个人嘛闪对路的迄边过去。总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对遐经过，一个看到迄个人就心真毋甘，惊活去，用油甲酒抹伊的空喙，搁用布甲伊包扎，然后甲伊扶去骑家己的驴带伊去旅馆，甲伊照顾。隔日，伊摕2个囡仔交互旅馆的头家，交代讲：请你照顾即个人，所费若有较济，我倒来时会补你。强盗耶稣问迄个律法教师：你想，即3个人对一位是互强盗抢迄个人的厝边？伊应讲，甲伊怜悯迄个耶稣，甲伊讲：你去照安尼去做。以上，这是咱要请吴忠明牧师来讲道。吴牧师是台南新学院的院长，这是咱请吴。所敬听的陈牧师、牧师娘，以及咱嘉南教会在座的正中级兄弟姊妹，以及伫线顶兄姐，大家平安。感谢上帝的恩典。通过咱教会安排，通过陈牧师伫这个所在这个邀请，所以今仔日本来是3月第3主日，延到伫今仔日
所以互台南新人有这个机会，伫遮甲咱做伙敬拜，伫遮来请安甲报告，是非常的感谢。我今日用一个题目来甲咱做伙想我的厝边，我用这个题目来甲咱做伙思考。伫大省，我也爱代表全体师生教职员，包括所有这个董事，来感谢咱桃园迦南教会久长以来对台南新人的关心、带导甲奉献。伫遮来献上感谢。希望咱会当继续来为着这个台湾第一间所设立的新人院，嘛是台南第一间的大学，伫遮继续关心，互这个新人院佮继续会当经营，会当继续培养佮较侪的这个新学生。所以我伫遮先用感谢做开始。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节，咱拢作息这咱对遮来想吼，这个厝边的这个譬喻啦吼，咱拢知影这个圣经节咱拢作息。这是好的撒玛利亚人的故事，这咱自囡仔到即仔拢听足侪摆。若是为人大汉了，当信耶稣的，嘛真侪人拢有听过这个故事。所以这个故事我就无搁去重复这个内面的意义。毋过这个背后，伫这个所在，我先甲咱做分享。这个是着一个教律法的，就是亲像咱即摆的法律的教授。伊有一摆问耶稣，因为耶稣伊自称是律比嘛，所以这个教律法的律法教授就问耶稣讲好，无我问你是安怎做，才会当得到永远活？耶稣嘛知影伊条工要甲伊问问题，要甲问互倒，互伊歹看。耶稣伊知，耶稣就甲伊问，反倒转甲问，你读的是啥？这个法律教授讲，就真心、真诚、真意、真力，听主你的上帝讲，对，你照安尼行就对啦，安尼啦吼，你安尼行就对啊。为着安尼这个耶稣就甲伊讲，你回答的就是啦。所以耶稣比较巧甚至伊会搁甲反问咱拢知影这个是安怎？这个律法师会问耶稣，因为律法师伊是犹太人，耶稣嘛犹太人。咱拢知影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是无往来的。迄无往来到什么程度？较等下我有一寡历史会甲咱做一个分享。咱只有一个图。有无？有看这红线迄虚线有无？这个南边的是撒玛利亚，北边的是犹太人咧住。毋过犹太人伊若要来耶路撒冷献祭，要搁倒转加利利，伊会经过撒玛利亚。犹太人足讨厌撒玛利亚人，讲因杂种的，因无要行对遐过。咱敢知影伊安怎行对约旦河的东边安尼行。伊都无爱经过遐就对啦。这是啥物概念？比如讲，我是台南人，我甲即个中部人结冤仇，我的亲人住伫北部，我未来台北我袂对嘉义、云林、苗栗、新竹安尼来呢。我会安尼行，咱敢知影？我会是对台东、对花莲，有无？对宜兰安尼呢？因为同款的所在，我都无爱甲我的对敌冤仇人，我无爽快的人做伙就对啊。甲即款的程度。有无？所以咱伫圣经内讲，犹太人甲撒玛利亚人无往来。毋过耶稣伊是犹太人，伊就雕工行对撒玛利亚过，佮甲撒玛利亚人的妇人人对话，这咱拢真熟。佮甲撒玛利亚人讨水啉，佮甲伊谈永远活的道理。所以真侪犹太人足讨厌耶稣。你著犹太人，你佮要安尼做。所以这个律法书毋但提出这个质疑。我想这个背景咱会通知影。这个犹太人伊毋是干对撒玛利亚人的仇恨，伫生活尔呢，伫宗教情绪嘛，种强烈呢。咱拢知影，这个犹太人要献祭，都要来耶路撒冷。这个撒玛利亚人甲因嘛拢共宗的，犹太人无爱互因来，所以犹太人拒绝因就伫迄个基利心山，因个另外起一个圣殿呢。所以耶稣毋当经过遐是撒玛利亚的妇人人，毋当甲问到底去对献祭，就是讲去对礼拜，当会当得到永远活，当会当得救啦。耶稣讲心灵生死较重要，倒伊无重要。耶稣是咧表示犹太人对因的歧视，迄款的情感。这咱拢知影，这咱拢知影像那这个律法师会刁工问这个耶稣，偏偏是犹太人会甲问这个问题，因为希腊文的厝边啦叫做邻舍，也是厝边，伊的希腊文是这字啦。Christian 这个咱毋免甲你好解无要紧，不要透嘛无要紧
伊是指厝边，嘛是指同胞，也是讲甲你真接近的人，这搭叫做厝边啦。这个希腊文的原意是安尼。啊，传统的观念的犹太人，传统观念犹太人，伊的观念还佫较严肃，甲阮同族群的啦。意思就是讲，咱人啦，咱的人啦，同族群的啦，也是讲我姓陈的，迄搭是厝边啦。若姓陈的以外，拢毋是就对啦。犹太人以外，所有人拢毋是厝边啦。这是犹太人的传统观念，因为因感觉因上顺上绝对，有啊吼。啊，耶稣伊甲厝边，伊用被动的吼，我的附近的什么人，也是讲甲我有血缘的关系的人，甲我有共款这个意识形态的人，伊主动讲我会当帮忙什么人的人，迄就是我的厝边啦。所以耶稣伊用安尼去做甲律法师的这个对话，迄个无共款的意思伫遮。我想对这个圣经希腊文的原意是安尼吼。我对遮甲这个历史小可介绍互咱知影吼。咱拢知影这个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进前叫做希伯来人，有无？希伯来人了后到以色列人，因为雅各甲天使相演，有无？演书了后，上帝改名，我甲你改做以色列，有无？所以以色列毋是一个原有的一个地方的民族的名，伊是信仰的名，才叫以色列人，有无？雅各有12个囝，后来有2摆到伫埃及，有无？后来到伫埃及了后，第2摆摩西传出埃及，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了后，就分12个支派，12个囝，这拢叫做以色列人，是希伯来民族的以色列人。所以因伫埃及的时，埃及人无叫以色列人，无叫以色列人，迄是希伯来人，有无？摩西杀死这个埃及人的时，有无？拍死埃及人的时，埃及人去甲控告的时，无讲以色列人的，因为伊毋知影迄是信仰的名词，有无？吼，敢若知影是希伯来民族的，所以改名希伯来人。吼，希伯来人拍死咱埃及人。后来因进入到迦南地，伫即个迦南地时，迄个时阵还无国家，所以就分做12个支派，用士师，就是咱即摆咧讲的族长、头目来管理政事。总是迄个时阵以色列人拢感觉讲，咱爱有一个国家，人埃及有国家，人喺其他的所在拢有国家，咱无国家，咱爱有国家。上帝知影，所以设立国王，一个是扫罗，一个大卫，后来拢是所罗门，拢40担。即咱拢知影这个历史吼。后来建立国家了后，本来是干那一个以色列王国，但所罗门死了后，伊的囝要做王，甲遮的百姓讲吼，阮老爸较早甲恁扣重税，因为要去圣殿。我即摆去做王我要搁扣较济咧。意思就是讲，阮老爸甲你扣100块，我要甲你扣1000块，安尼就对。有即个王公大臣去甲伊讲，恁老爸吼都已经甲阮扣重税，恁老爸足好，望你莫安尼啦，伊毋听。所以这王公大臣才去推一个来做王。后来一个国家以色列将变做2个国家，10个支派归北以色列，2个支派归犹大，有无？这2个支派犹大后来是叫做犹太人，迄就是安尼来。所以我咧读新学院的时，我查无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到底是啥物款的分别？对遮来，犹太人这个南犹大这两个支派内底，北边的有10个支派，这10个支派拢无遵照上帝意思吼。到尾特别北以色列的有够多拜偶像吼，所以北以色列成灭，北以色列灭了后，换犹大国嘛灭吼。这个北以色列成灭吼，亚述帝国来甲灭，亚述帝国是足强猛的一个国家呢吼。就甲灭，就甲以色列，这以色列这个百姓就甲移民到伫亚述帝国，亚述帝国佮甲一部分的人移民来北以色列通婚，通婚了后就变做杂种的，即马过来犹大嘛灭，王掠去巴比伦70担，巴比伦王真好，伊无甲伊的种族甲伊混乱。保持纯正，所以犹太人70年后，倒转来犹大，
过来原来所在起圣殿，这两支派，但叫做犹太人，耶稣的这两个支派。所以这犹太人啊，对伫撒玛利亚人，这杂种的透南过，非常袂接受。讲因透南的啦，讲因杂种的安尼啦。所以迄个族群啊的争夺啊冲突啊症结，就是伫这个所在我想这咱拢会当理解，只是简单的一个历史。所以我对这甲这个历史讲者，咱要对生活来做反省对犹太的律法书来讲，上帝是以色列的上帝厝边就是伊的犹太的同胞，有无？因为撒玛利亚人是甲外族透南过的杂种已经无属于上帝的百姓，所以才会对耶稣发出说：啥物人是我的厝边的提门，有无？迄是安尼来这个历史，我想咱会通理解律法书也安尼问，就是想要借着这个问题，互耶稣暴露出伊的立场，无符合犹太律法的讲法。有无？耶稣嘛犹太人嘛，好无？总是耶稣伊透过好的撒玛利亚人的譬如来挑战律法书对族群甲厝边自我甲自大的观念。我想对这个中间，咱会通知影耶稣是安怎的回答这个律法书是安怎要安尼甲应，有无？是安怎要安尼甲应第二点，咱做伙来想，就是讲帮忙厝边也无啦，帮忙厝边也无。伫这个中间，耶稣伊用好的撒玛利亚人来做譬如，就是要借着这来显示出撒玛利亚人协助这受害者，但祭司甲利未人冷却无情的对比。这个故事咱拢知影，一个生意人就要去做生意，去用拍伤，人甲抢，祭司经过。看一个惊到，唔敢活，因为活你若望到死人迄个祭司你袂当搁主持献祭呢，你著爱停止你的积分呢，等甲一段时间你才能搁复振呢。所以祭司伊先想着家己的人，先想着家己的积分。我万不利，我若甲忘我就有代志。利未人伊嘛安尼想，利未人就是咧管祭祀的，古早时代遐献祭。利未人过去嘛，这我唔通，要做这两个角色的人，拢一定系犹太人。撒玛利亚人是啥物人？透南过。耶稣条解用撒玛利亚人，好的撒玛利亚人做譬如这个撒玛利亚人伊无用这个我若甲帮忙，我会安怎？伊无安尼想，有无？无毋对，即马的世代拄着车祸咱莫活会较好。但是咱嘛爱有智慧，先拍电话警察做伙用智慧来解决。若无伊会伫迄个所在，因为我捌看过报道，有人互车弄着，无人插伊。无偌久以后，叫车交死。你若有赶紧，有较侪人会当伫边做保护，拢莫甲卡，安尼这个人可能会活这款的case 真济所以伫这个所在有两个对比，我伫遮用互咱看祭司甲利未人，伊无去关心受害者发生啥物代志，伊一个想法啦，我若甲帮忙今仔日我就害我有可能我会安怎？伊先想安尼想，好的撒玛利亚人，伊先问家己。我若无甲帮忙，伊会安怎？伫这个中间，咱通去了解两个人的态度、想法无同，所做出来的结论嘛无同。有一个学者这是神学足出名的学者，伊是美国人，伊捌伫埃及、捌伫叙利亚、捌伫古比罗，就是塞浦路斯啦，捌伫耶路撒冷，伫遐来做神学的教授。这是真出名的神学学家，我嘛爱读伊的册新人院学生嘛爱读伊的册，伊有写一本册叫做《诗人甲农夫》这个就是伊在思考对文学甲文化进路，过来思考耶稣的譬如，所以通讲是一个真好一个神学学者，虽然是过身去总是也个留了这款伊的神学的研究的真水的著作互新学生伫遐来做研究。伊的册内面有讲到一句，我感觉真好，我甲咱做分享，这是伊的名咱就毋免去了解伊的背景伊有讲到一句啦，伊讲这个匪徒伊用肢体暴力伤害受害者总是祭司甲利未人用忽视，搁一摆重伤受害者，有无？这是伊写经过受害者的身边，祭司甲利未人敢若问家己，若是我帮忙伊，我会发生啥物代志？会先想这项，会先想这项。我知影即马真侪人无爱来读神人院，我嘛知影教会拢一直在萎缩在缩小
我礼拜三我有一个讲座，我就是亲身，因为我已经做牧师40档，到今年40档，一路安尼行过来，到伫英国看英国的教会咧卖、咧拍卖、咧关吼，我下晡会讲这个代志，咱做伙思考，是毋是教会关咱会安怎？或者是讲教会关迄因兜的代志，咱来思考这个，用这个咱来做思考。伫礼拜三了后，咱要用这个来做讲座吼。第三点，咱要较倒转来哩，咱的生活加伫咱的现实，咱来想啦吼。自大一点，加义无反顾吼。拄则已经讲过，这世界里面人，伊讲我若帮助伊，我会安怎？拢想家己尔啦，无想别人。即马新世代有当时是即款的想法呢。我家己伫新人院带领即间学校，即嘛是算台湾第一间的大学，嘛是教育部立案的大学。即马老师拢无人要做呢，因为中等校以下拢有校事法。即个大学以上，像新人院就大学以上的独立研究所，伊毋是叫做校事法，伊有足侪委员会，拄着代志，毋是你会当用信用去解决，爱叫外口的人来做调查呢，真困难。我知影要来做调查，还是讲要去反映，还是讲要去申诉，这人拢敢若想家己。我若无互伊死，我袂快乐，拢会安尼想。所以这是真困难的一个时代的一个变化。好个撒玛利亚人伊无安尼想，我若甲过的是伊毋知安怎，有可能伊会安怎，所以咱就做伙变怎用信用来面对这个代志。这是即马最困难的所在。我用这两个对比，咱来想啦吼。汉文做艺术，汉文做艺术。虽讲牧师要做牧师，拢爱读希腊文、希伯来文，当然进前都爱读英文等等。迄拢是字母落去斗的。毋过我甲讲，汉文是做艺术，伊是望文生义，伊是象形文字去做成的，所以咱每一字拢有伊的艺术伫底。自大一点有无？自大若佫加一点就臭人。你家己就咧自大，你佫加一点，又够臭。即马足侪老师拢无想要做，甚至有人甲问讲：因为我伫教育部叫做校长啦，伫一般这个新人叫做院长啦，伊教育部都安尼规定，但我足无爱人叫我即款的名称，我较爱人叫我的名，还是叫我牧师，因为这是上帝的罗卜吼。自大一点，咱知影这是足有意思，有无？真侪人拢会想家己尔定。你若家己想着家己自大，你佫加一点有够臭哦。过来，什么叫做义无反顾？迄个义啊，这是义有啊。你若甲倒变有无？我伫顶面，中央就变做王，下底两边就变做八。这什么意思呢？这什么意思？就是咧讲，其实这个是真歹听啦，王八真歹听。其实伊是王八的意思。这就是儒家思想内面有这8字啦，有这8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无？第8字叫做体，毋知影人见笑叫做无体，你袂记这字叫做无耻啦。咱了解这个意思有这两字的一个足深的这个意思。我想用这两字来做咱的生活的对比啦咱是毋是会安尼是毋是会安尼？足侪学校家长、学生、各老师，就是自大一点以外，佫加一点呢，2点呢，袂煞。我有经验过，嘛有甲足侪遮个老师，还是讲遮个校长讨论过，就是拢毋煞啦，拢毋煞。老师就甲你回答你我嘛毋煞啦，就无互你好看袂使安尼啦。所以自大一点，义无反顾，所以这个足大的一个问题第三，厝边的精神我想讲，这个用生活的故事来甲咱三甲分享。我伫庄脚大汉的我已经坐半票，已经坐1-2冬要70岁我有2个孙60几年前，我是伫台南的庄脚我毋是伫工业社会时代出世农业社会，所以阮兜是3合院，阿公阿嬷、叔公、真婆、5、叔、6、叔、7、叔大伯拢总住做伙。各这叔伯兄、叔伯小弟，拢总住做伙30-40个。庄脚迄个时阵无人伫餐厅，人咧婚丧喜庆，拢伫家己的店，有无？伫店里人有婚丧，拢伫店里大布棚。我想咱伫庄脚大咧，拢有即个印象嘛我的7叔体格足好，
伊185公分，啊，佮驶牛车，伊就去人若要即个婚丧喜庆，伊就去庙林去请布棚，啊来三合院搭布棚，因为人要来遮嫁娶啦，人要婚丧吼，一定爱搭布棚，你袂使用曝日落雨嘛。这个搭布棚是足侪人做来搭呢，迄叫做小棒花。阮老爸，我较信阮老爸，较毋是迄个台面上的人，较毋是迄个大价种的，毋是。阮老爸写字足水，伊就去人写贴啊、送贴啊、寄贴啊。迄时阵大拢小棒花呢，佮来庄骹，你有种甘蔗、有种切啊。若风台要来，你若无赶紧收吼，风台扫掉就无使你足久伫种做呢，迄拢全啊无去呢。所以若风台要来，当时嘛无机械吼，就是少少的规整几啊百个分组先一区，后来下晡一区，若袂了，我紧咱这区，迄无咧算钱的呢。了后，逐个人拢用啥物咧细刀写？因为若嫁娶了，拢有伫遐请人家，拢有菜买嘛。菜买了后，迄阵较无人咧打包啦。迄阵逐个人嘛，拢是无人有讲家己炸猪啦，拢嘛做伙拉有无？我想起是无啥卫生，毋过想起足好食。因为请人客了后，遐物件拢会去煮过，拢会去用笋干有无？山东白有无？毋知咱了有印象无？用这物件煮咧去烘，这叫做送菜尾，叫做小放盘工。我囡仔时代定定甲阮小弟旁面摊去送菜尾，多谢你啦！阮兜吼得啥物人安怎？恁来斗相共，多谢哈！我囡仔尔呢，国民头世界咱来定，这个小放盘厝边的精神。毋过即摆阮遐已经伫南科的附近，因为我善化人嘛，庄骹已经迄厝拢拆了，即摆拢去大楼，我拢无看到即个物件，拢无啊，真无彩这是小放盘。这小棒棒这个是无分彼此的，所以规庄拢最好。若有外人来做茶啦，去美丽甘蔗行，大家都围起来去掠。我囡仔时代嘛有人看人来偷摕物件，装袂赴，装入甘蔗行，规庄放上头，里长报的全部拢来围，万一有掠着啊！小棒棒，迄阵的经济无真好，大家人生活嘛无真好，不过这个精神非常好。咱拢知影有足侪基督徒甲圣经中的律法书拢共款，拢知影要安怎听人，但是毋知影啥物人是我的厝边啦，是毋知影吼，甚至对厝边的需要差不多无感觉，对到政治、经济、文化、种族、环境、性别、大高等等的问题非常侪。我敢若简单讲，乌克兰甲即个俄罗斯即个战争在厝边嘛。武甲东倒西歪，咱甲中国嘛共款即个情形，所以伫即个中间，互咱来想即个真感谢咱伫即个教会嘛来去想，新人院嘛是咱的厝边，虽望伫台南嘛是咱的厝边，咱若无奉献，新人院要安怎？咱安尼想的时，咱就会出伫关心，有无？这是咱拢会安尼去想的吼。所以我伫遮来做最后的结论等下阁有新人院简单的报告，我用几分钟来甲咱做分享。圣经有讲这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四福音嘛，四福音内面，若有人服侍我，就着跟对我伫遐服侍我的人也要伫遐，若有人服侍我，我的爸要对重伊。这是耶稣足清楚安尼甲咱讲，所以咱来当关心新人院，无论台南新人院，无论台湾新人院，无论阳山新人院，这三间新人院目前拢面临招生的困难，因为真少人要去读新人院因为即马教会生态拢无共款这个真济的问题需要去做反省思考总是无论安怎嘛需要有工人若无遮会有足济人讲要种植的所在真济无工人绝对袂用的所以我嘛呼吁鼓励咱鼓励咱的青年来读新人院我简单报告，差不多3-5分钟互咱知影新人院的现况传承甲以上，我小可讲一下新人院台南新人院是1869年设立到2017年搭互教育部立案，进前拢无互立案互立案的时有一个所无立案，就是道学硕士，这以后要做牧师的无互立案，加在这个所无立案来有两个所互立案，一个是基督教研究所，
一个就是神学研究所。读2档摕到正式的硕士，你若要去做牧师，爱过来读2档。即马新人院学制就是安尼，即是 MA， 有 MA 即个学制，即马新人院学制是安尼。即马师生的概况就是专任的老师14位，当然这是2个学校啦，台南新人院甲南城新人院教育部的。过来专任的老师兼任的有25个，专任的职员24个，注册学生121个。这个实际是86，这是啥物概念？就是咧讲，有的人要读新人院，伊要需要有硕士学位，所以有35个在读硕士学位，将来要来做牧师的，所以有中学生有35位，迄就是安尼来。推高学生171位，都是伫外口开课的这个情形这经济状况就是年度预算1年要7000万，包括修缮的设备1300万。所以这7000万是包括1300万，所以咱也来想啦我较早伫大兴教会牧会呢，伫高雄一间足大间的教会，我毋捌得烦恼经济奉献，较毋免烦恼，拢是人来咧募款。我即摆来新人院，我就要去募款去请安去报告。这个角色的对我实在是真困难。7000万，我目睭八金拢爱想，一日20万要丢底来，所以我定定咧祈祷，甚至几啊摆想讲要退休来拼这老命，上帝使命，所以我伫遮来唤起咱关心，迄原因是安尼。过来图书馆有新起，一间真水的图书馆，这有欠6000万，总是迄日有一个献1000万，所以即马剩5000万。因为伊献了后，这个 PPT 我寄来煞袂记收证，所以剩5000万。所以我逐工拢咧负债咧过日啦。毋过上帝稳定，教也用这是互咱知影虽然教育部有补助，咱敢知影入完了1年补助50万尔，毋是杯水车薪啦，毋是杯水车薪，实在是无够用这是教育部照人数的补助，毋是照你学校的规模历史，较毋是我是伫地方教会30几档去担任这个工作，所以我有一个观念，我办学就是学者爱做牧者。毋是干那头壳做大了，你袂晓做牧者，伫训练中心基本动作做好，出去煞袂晓战争，所以我较注重学术，着爱实践，你若是建筑师，佫会当起厝贴砖佫较好，毋愿着爱甘愿，有的人做牧师做甲真毋愿，我就嘛知影，爱甘愿，合作，但有法度甲人合一，所以伫长老教会会当团队服侍，教会无济。咱教会都有这个团队服侍，过去有真侪经验，所以我真强调这个要紧这个功课。因为我家己伫德成教会有团队服侍，久20几年，我知影这款的美感，所以这我定咧强调这个。过来，就是灵性甲悟性拢爱好的师资，毋是干那教头壳灵命，过来愿意献身服侍的神学生，愿意献身，毋是委身奉献家己，袂使有计较。袂使讲我若做工做超过，我身体拍歹，教会我要安怎？你要想讲，你若无做教会会安怎？所以完善的软体甲硬体，这差不多我伫遐会简单有几档的这个工作。过来就是迄个校务的云端系统，这已经设立好，因为有一个会友奉献，这就是拢爱用电脑啦。我打去的是拢用手写，这要用电脑，这全部拢已经电脑化我毋知影讲一个软体爱千几万，这上俗的那像大迄拢开几千万去用，是人伊较细间，所以1万过来古迹这园区进行900工作日，就是大概3年偌久，拢已经完工总工程费5500万，政府有补助，也拢已经完成咱教会有去参观2-3摆60周年这个咱拢有去我有简单带咱做介绍。古迹这是古迹100几档的古迹已经拢修理好这个是礼拜堂这个非常水这已经拢用好，用3档外的呢我记已经6档3-4档拢咧用这非常水的教室这学英国的剑桥大学这个校园这个是礼拜堂，这嘛是拢古迹拢用好这是礼拜堂非常水欢迎咱过来参观，这嘛是礼拜堂过来喜年馆我去的时候是1905，拄甲咱教会100周年的时，马国医生来100年后这个设立咱教会嘛咱教会历史我小可有甲看过这个喜年馆拄甲咱教会同年设立，拢总无整理
后来伫经过1、2年久，3200万已经整理好，真水会当大，欢迎咱来参观，才有这个石头叫毋甘愿，这是黄章辉牧师伊的神学啦。伊毋是讲伊毋甘愿做工，伊是活伫日本时代做毋甘愿的，袂当讲家己的话。后来伊去英国读册，要转来时，伊竟然袂当转来台湾啦，因为台湾政府讲你日本人，因为伊是日本时代战争前去剑桥读大学的。后来要转来讲你日本人，伊佫摕去日本大使馆讲无你是台湾人，我是要安怎？毋甘愿，足济互人看无起遐毋甘愿，要安怎家己出头天，要安怎本土神学实践神学、促进神学，台南新人的特色。伊的毋甘愿是这，毋是毋甘愿做工，这是安尼，所以迄条石头咧纪念伊，这个拢已经起好，拢用好，非常水，欢迎咱来参观，佫我有成立一个实践神学研究中心，这是几年前疫情了后才开始，就是甲教会甲牧者连结，因为新人院老师因为要新人院了，佫去国外摕一个神学博士，转来拢袂少会，较少有牧会固定的经验啦，这也无怪，这袂当怪遐老师。后来我拄啊对地方教会来，拄啊我就招地方教会牧师做伙来帮忙。这牧会拄着困难，教会拄着困难，其实事工推动有困难的，就做伙做这个代志。这已经成立这就是咨询委员，拢咧换2档换一摆有足侪咨询委员等等有足侪这个这个事工就是帮忙这个牧者，拢咧帮忙牧者。免怎用青少年查经带青少年查经。即摆青少年查经，你若无用手机，无用 AI 我讲你用古早时代迄套的你讲你会听伊的伊做伊的无共款所以人安怎做会成功，来做这分享过来疫情后了的宣教甲牧养，就是做这工作佫有拄着无会有困扰困难离开教会找无教会，邀请因倒转来学校就甲因帮忙拄有人奉献会当互因带。请真侪牧师甲因辅导，重新建立。若无适合，就不一定爱做牧师；若适合，佫继续。差不多做这个工作啦。有的是公开，有的是无公开。互咱知影好，新人院毋是干那训练中心，嘛得真做提供福音战场策略，甲协助传教者面对甲一定挑战的所在。因为究竟新人院毋是干那学者培养所，应该得爱真做全人卫生牧者的养成所。这是我一直一个。伫学校办学的一个概念，无偌久我特别准备退休，所以这一直我会阁传承落去，未来意向嘛有足济啦，要阁重建北区的牧师馆啦，迄个已经倒去过来整修老师的宿舍有13栋，已经整修6栋，佫有7、8栋未过来美化这个校园，较重要的是神学就是学神啦，神学就是学神啦，这就是这栋倒去这上早新人院上早的建筑物倒去即马剩安尼，我就是要甲起，但是我的时间已经特别到任，无法度起，望未来意向会当甲起起来这是互咱做一个参考安尼即马是安尼这个是当时佫有伫做100周年的感恩礼拜是翕的好，望咱当继续关心咱的厝边台南新人院是咱台湾长老教会第一粒的心脏。而且呼吁毋是干那关心男性、大性、育性，拢是咱所设立长老教会设立的好，上帝的名所设立，偏偏拢关心大道甲奉献才有一个影片，咱甲看一个，好无？我就来带咱祈祷做结束亲爱兄弟，真欢喜伫遮甲大家分享男性的生活。今年咱有差不多9成左右的新生来注册。愿上帝保守因的学习，伫这个世代当中，成做好的模样。另外，学校伫教育部立案了后，头一摆接受校务评鉴的过程，通过差不多2年的准备，现在已经顺利来通过。像是经历3年整修的礼拜堂甲教室，已经开始使用，互环境愈来愈舒适。暑假期间，经历着风台，互南部受重伤，学校真侪树拢慢慢起来。教职员甲学生做伙出力，互学校真紧地恢复事事，也真安全。
咱伫风雨当中得到上帝的保守，也祈求上帝保守人民灾区的百姓。新的一冬，咱该继续打拼，互咱神较好。就请大家伫祈祷当中纪念阮。男神是一个天的团体，伫教会音乐会内面，阮拢做伙生活，做伙研究。特别是阮每一天有早祷，啊个拜三的大礼拜，透过即个团体服侍、司琴、合唱指挥、圣诗学等等的教导，中互因亲像伫教会内面有真好的学习。伫即个教会音乐会内面，阮老师无论专任还是兼任，大家伫合属诶作用顶头，拢有真好的团队服侍。所有的老师无论伫课业还是生活，包括嘛做伙出去听音乐会，互相学习。我相信听上帝的人，嘛真爱听教会音乐，有兴趣的人，阮欢迎因来加入阮即个团体，无论伫敬拜赞美的意义体领导，还是等等教会音乐的部分，阮甲恁做伙来学习。男神的社会工作，阮的特色是注重伫神学的实践，特别除了伫遮会当学习到社工的专业以外，会当学习到要怎将遮的专业应用伫教会的事工，甚至是甲社区的合作这方面。另外一个特色就是男神的社工，佫会当学习到神学有关的知识，所以你会当伫遮受到社工的专业，嘛会当用你家己的意愿去修更较侪有关神学的专业。伫阮的学生的中间，阮有退休的学生，比如讲60几岁来遮读，嘛有拄啊对大学毕业的学生，所以学生甲学生关系，以及学生甲老师的关系，拢是非常的和谐。邀请大家对宗教社会工作有兴趣的，来甲阮做伙学习，来成做男神的一份子。咱新南医是一间在地个普世、充满人情味的学校。阮有真多元个专业的信仰的课程，嘛敢若传承对西方宣教师的精神，更将会牧师楚建华多将肉体做神学的方法，会当满足各种无论是伫学术还是信仰追求顶面的这个需要，嘛为着咱地方的教会培育未来牧养上帝有份的这个牧者。伫台南新南医内底，阮是一群彼此关心的朋友，嘛是互相学习的这个同伴，也是伫上帝厅内底的主内兄弟姊妹。欢迎来甲阮做伙学习领受上帝的恩典。主内兄弟大家平安，真多谢大家对台南新南医的关心、带导甲奉献。过去这个日子，无论伫经济、人事、营运，以及招生的部分，有拄着足侪挑战，总是感谢上帝带领，有缘拢会安然经过。伫新南医纪念奉献主日的时，我有缘代表全体教职员生甲咱请安，嘛搁一摆呼吁，这是上帝名设立的学校，望咱继续关心，继续带导。继续奉献，用所差的标来跑走，甲台南新南医做伙来行这条神学教育的路。也伫这个所在呼吁推荐优秀愿意献身这个兄弟来读新南医，来传承这个信仰，宣扬这个福音。多谢大家，请咱同心三甲祈祷，至圣的主。因为信仰的缘故，阮将做一家；嘛因为信仰的缘故，伫1869年设立台南新南医。经过100几年的历史，阮需要继续，阮活伫21世纪，阮的兄弟关心这个神学教育头前的路。愿上帝通过今仔日的信息，伫
伫这个所在，互阮领受，互阮知影要安怎关心，知影是人伊的需要，甲欠缺。阮将这个今日所分享的献做祭互你，愿主你欢喜感恩。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是咱三角来吟圣诗521首，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希望，请记得吟全首。你若欠缺真希望，我就只拿来帮助。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求信心来帮助。我若拄着心烦恼，你就推我来祈祷。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求信心来帮助。你若伫到心要灵，我要唤起你热情，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求信心来帮助。三天里我着面的，就为永恒归天边，求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是坦道理，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难过伊撒听，求信心来帮助。请坐。这是咱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自甘心乐意。如果你无明白奉献的意义，请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我的生命献予你，做你路引导之时，时刻每日献予主，归荣光你万年久，我的手海你命令，为着我主做切用，我卡也为你献，常常替你行无限，我的声音予你用。
连水遁来叮当，抱团和音来求人。我的情愿献给你，应出龙潭里之意。我的在情里相思，甘愿向你做旗鼓。阿门。亲爱的天父，阮来到你的面前，用诚实的心来感谢你，感谢你守护阮逐项的恩典，互阮的生活无有欠缺，事事拢看见你的疼痛。主啊，求你教示阮安怎献上真正的感恩，毋若是献上这的金钱，嘛就求你开阮的心，互阮学习安怎伫每一工的生活中看见你的作为。求你引带阮，互阮的一生拢会当用欢喜的心来回应你的爱。同时，阮嘛要感谢主，互牧师来到阮的当中，传讲你主你的信息，互阮学习安怎听阮的厝边，做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即时，阮将阮的金钱、时间、才能拢献伫你的面前，求你降纳。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请坐，即时咱请天主会长老来报告。好，咱就要来欢迎新朋友哦哈。第一位是杨石文兰姐妹哈，那应该先离开了哈。我们就是知道她长什么样子哦哈，下次看到她要跟她打招呼哈。过来是咱的一位足久无来的兄弟哈，张弟兄 ，Hello， 请你站起来哈，就是你，对对对哈，欢迎你哦哈，你足久无来啊哈，他短暂时间回来台湾哈，好欢迎你哦，继续来到我们的当中。好，来咱来做报告。本主任是台南新学院的奉献主任，有差派院长胡忠明牧师来咱的中间来讲道请安跟报告吼，请咱兄弟继续来对台南神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哦吼，感谢胡牧师。今年第2次的信徒讲座是伫咧今仔日下晡吼12点半到2点，继续伫咧咱的这个礼拜堂2楼礼拜堂要来举行。那我们继续邀请胡牧师来伫咧遮甲咱教导，请咱兄弟姊妹会记得哦。今天有没有爱餐？有爱餐哦，吃完爱餐都爱安那。唔通回去哈，都要来加是倒位啊？2楼的礼拜堂哦哈，今仔日的讲座题目很棒哦，这嘛是陈牧师很喜欢的题目哦。从世代巨变思神学教育与教会，咱做会来装备好不好？好不好啦？好唔好？这种声音。好，来接着是总务部的报告哦。下主日因为是要调开牧养同工会，所以下主日咱无爱餐下主日哈，无爱餐嘛无小组，请咱兄弟姊妹爱注意这一点哈。继续是敬拜部门的报告，就是过来基督会拜三基督会是见证基督会咱有邀请夏令营的同工甲志工，因来做见证哦哈。伫倒位7楼哈，几点？对，8点哦哈。咱知影咱的夏令营的同工甲志工，因拢是青年哈，所以哥哥姐姐，我要叫恁哥哥姐姐，哥哥姐姐，恁来参加吼，对这青年是一个足大的鼓励甲啥物？肯定哦，好不好哈？咱都要拨时间来参加。好，继续是事务部门的第一项报告。今年2026年阿嘎贝儿童夏令营是新世纪福音勇士，差遣礼拜是伫等下咱的10点半哦，哈，伫华语礼拜要举行哈，咱直接甲对兄弟姊妹来报告，嘛请咱继续来
有因来带动哈。好，第2项，咱要征求生命教育的志工老师哦哈。啊，这志工老师的服务的对象是大有国中甲清溪国中。啊，你若有感动有想要了解要参与的人，你咱会使对咱的张木轩总干事，也是简正峰执事来报名来了解哦哈。好，第2个，第3个报告哈，侍奉部门，咱要招募清洁志工10位哦哈。啊，咱现在已经有刚刚5到6位志刚已经报名啊，咱这个不怕人多哈。啊，咱的服务的地点是都有一定在无？伫阳明公园边啊，有一个社区的一个姊妹引导哦哈。啊，咱的服务的时间是来大家人讲，服务的时间是几月几号？就是过来的礼拜6哈。啊，几点？哦，然后这6点半到8点半，早起时这个时间不会热哈。啊，你若有感动的人，咱请对上来报名。哦，张玉主任哦哈，这个所在咱了解一下。继续是咱的牧养同工会哈，我拄有讲啊哦，主理是咱的牧养同工会哈，1点伫个401教室哦哈。啊，什么人爱参加？哦，咱有足侪小组长，咱要来参加，需要来参加的人是牧区长老哈，区长甲小组长拢爱出席哦哈，1点伫个401教室哦。好，再过来，德中第86届第2次的议会，要伫个拜3早起时10点，伫个咱本会成堂来召开哈。啊，陈牧师甲庄凯恩长老甲我拢会参加这个议会哈。啊，请大家来了解嘛，关心来带导哈。好，来每一年的桃园平安7月节音乐会哈，每一年都有举办。今年伫个桃园来举行哦，地点伫个倒位啊？对，在桃园展演中心哦。我看到我看到这个消息哦，我头脑就想到讲。我要甲华山区、甲华市区拢带去啊！要创啥？借力使力就是关怀活动啦，对吧？在那边吹冷气又可以听音乐，棒不棒？重点要不要买门票？不用买门票哈，所以华山市区拢来去哦，好不好？没有人理我。好，我们这个就是借力使力的关怀活动哈。但是虽然没等一下还在上面哈，虽然没这个。免费参加，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凭票入场哦。所以，等下你若落去1楼的时，咱在中岛来登记锁票，一定要有锁票，一定要登记哈，你有票才能去参加这个音乐会哦哈。好，下一个。好，我们要来关心陈牧师哈。咱的担保书这种在上课哈，也上那个财务有关财务这方面的，买有实体嘛有线上。今仔日我要来教会前7点50分，就伫个外口拄着陈牧师啊，透早伊就爱赶火车，就爱去上课哈。继续陈牧师伫个过来这个7月11号到18号，有甲 Advent Taiwan 这个宣教团队哈，要前往印尼要去服侍咱一定要为陈牧师甲这个团队诶出入平安哈，甲因诶服侍拢得到主诶带领来特别来祈祷哈。好，接着一个好消息哦，王义军长老伫倒位啊？迄个恁太太伫倒位啊？这就恭喜的代志啊哈！好，义军长老跟家军哦，因夫妇哦，他们在小块溪，好，就是清溪一路开一间。听说我有特别去查，我跟你说哦 ，Google 评价很不错哦，说老板娘很亲切哈，所以福满锅哈是这个小火锅哈，韩式小火锅那。评价真的很好哈我们要一起去高官哈，挽住就好应该这个点哈，生意兴隆，然后呢客源不断，好不好？好，继续。好，本月开始哈是宣教月，我们要为这是我们迦南教会的宣教月哈这个部分咱要请咱的外展部的对长老哈竹山长老来补充报告来。请帮我先放影片，谢谢。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就亲像咱的影片看的同款吼，咱后个月为后礼拜开始，咱有连续4个礼拜，咱有一个宣教月的讲座。我要透过这4个礼拜，我要邀请无同款的面向的人，因有的是台湾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伫台湾宣教，有的是伫台湾毋过去甲美国，佮转来台湾宣教，啊，佮去要佮去印尼宣教，啊，有的人是外国人，啊，因来台湾宣教，啊，伊佮走去非洲宣教，吼，那外站呢，就是要透过这个宣教月活动，各种的无共款的面向，要来互咱的教会，咱定定拢讲，咱的教会是一个对来是一个祈祷的教会，对外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所以外站透过这个连续4礼拜的这个宣教的讲座，互这个宣教师，也是这个生活宣教士。因来甲咱分享，因安怎行出去的，因安怎去做的，吼，也互咱的教会会使进行真做一个宣教的教会，吼。那这是外展补充报告，谢谢。好，继续咱来读本周的金句哦，吼，来，咱讲，咱来念咱来读2遍，来。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路加福音10章27节，搁一届。你着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搁听厝边亲像听家己。路加福音10章27节。好，咱这是咱的吟上营386首，上营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咱请起立吟全首吟诗说，咱请做吴中明牧师来祝祷。天下万邦万国万民，敬拜上帝，白家信心。阿罗三位一体上帝，尊名流传地到万世。阿门。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甲迦南教会宣教的异象，以及节节事工的记忆三甲弟弟，嘛相时甲上帝你的名所设立，伫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有的新人院三甲弟弟，对这条到永世大无尽。阿门。So